在地人在地情，婚姻北港的老都西白河西镇，今年受到总统府的邀请，国庆日到凯达格兰大道来表演。唔那是婚姻观的骄傲，嘛向国际来展现北港100年艺阵的文化。 婚姻观北港镇有真侪传统艺阵的文化，内底北港老头西所传承的白河西镇，就不加特别。老头西的这个白鹤诗镇，不断的传承跟延续，我想这个代表我们云林呢，在这个无形文化技术的保存上面，受到中央的肯定。馆长邱立先伫咧北港朝天宫送老头西顶头摆片，那肯定协会传承100年文化，未来嘛继续支持传统艺阵的保存。因啊，伫108年就已经被登录为云林县非常传统的艺术表演团体的哈。那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民俗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，也不断的发扬光大哈。一年一摆的国庆日是台湾上重要的日子，早受到总统府邀请，唔那是婚姻观的公行，嘛是国际展现北港100年艺阵文化风采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